后来镜头刷到台中，最近几啊坡的落雨，拢位落伫个集水区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讲，德基水库甲李溪潭水库，这个储水量拢有明显来增加。也毋过中部目前的水情也是黄灯，也是爱较欠用水咧。台中4月份到5月份连续3摆落大雨，拢落入集水区，李溪潭甲德基水库的蓄水量拢有明显的增加。 民生用水都无遐紧张啊。那鲤鱼潭水库的蓄水率为46.14%，最低的时候，如果大家记得，大概不到现在的一半。德基水库呢，那蓄水率更回升到50以上，5成以上。 目前中部的水情依然是黄灯，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讲，即摆蓄水量尚无会当挡到7月份。不过面对无稳定的气候，用水嘛是要节用。 如果不下雨的话，大概还可以撑到7月份。但是我们相信还会继续下雨，水库也会进账。水情有较回，市民的生活用水压力都无遐大，嘛希望讲说来会当个继续落大雨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